驾驶室哦，你这车哪会无handle路啊？天气是免handle路的，啊，免handle路，啊，无安怎开车？用这是咱的电门甲档啊，电门甲档啊，所以要开车就是刹这，就是往头前刹伊就会动啊。敢若一般的车无共款的，一般的车咱是油门甲档啊伫下骹，啊，毋过下骹这个一个，这是油门还是档啊？这是喇叭，这是喇叭。我试互你听。喇叭伫下骹遮。对。啊，我看遮佫即个市里，我又看卖哦。这个门应该是开门、关门。对。又对啊，这有喇叭是广播。对。这边啊，佫两个荧幕，这荧幕是咧看啥？这荧幕就是咧看咱旅客上下车的状况。哦，你着用看到旅客上车甲落车。好错，就会使知影旅客敢有袂赴上车的，还是要去互门压着的，还是边仔有危险，你嘛看会到。我伫遮，你有看到无？阿狗哪伫遐？阿狗，见你啦！哇，原来门爱家己开呢。足趣味的，原来驶轻铁甲驶车真正无共款，无handle路，阁有足侪齿钮，嘛无卡带油门甲档啊。